演员伫13楼的高度吊光时，加上长达17米的大型魉鱼为天顶飞过，非常震撼。明华园戏剧总团将替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做开幕，特别搬出10年前的经典作品《妈祖》重新转写。妈祖的信仰在台南有非常多的大庙，那我相信很多民众都迫不及待能够欣赏。这出戏的故事是伫妈祖升仙进前，伫表演方面，强化舞台、空中以及观众席，营造立体环场戏剧的效果。以及国际级的高规格演出。我们现场500寸的大荧幕准备了6个，虽然即使你坐在第100排，你都可以看到检查出来孙最勇老师有没有长青春痘？大家要仔细的看，观音有千手观音。妈祖也有很多的分身，哪里需要妈祖，妈祖就会出现。但是妈祖一个人要怎么分身？所以在我们的戏里面，总共会出现几个妈祖呢？到时候请各位观众，你好好的看一看。妈祖总计出动321名无前无后人员，同时邀请到台南安平天后宫的新将队堪车家队，将造予观众盛大的技术响应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